啊，心情继续来看到烟花，一般拢是寒天开花，9月开的烟花，你敢有看过？南投鹿谷小半天河电影，逐年拢是开花开2届，一届是2月，一届是9月。即卖已经有6成烟花拢开花。主办单位结合在地顶南的特色，互囡仔会当徛扫帚，打扮做飞天小魔女。天气真好，真舒适，树仔顶的花嘛开个真水。不过9月尾哪会有樱花？要早开哈，有水。徛伫咧樱花树的边仔，人比花更较水，民众抢咧甲樱花翕相。这是伫咧南投鹿谷小半天的河顶樱，伫咧2月甲9月开花，逐年拢成真侪人来赏花。细条斗袂掉啊！囡仔扮作魔女走来走去，足高水的，这是鹿谷乡顶南社区发展协会为了向游客办的来小半天，省规半工的活动，配合特产的特产、特扫帚，互囡仔扮作艋舺内底的魔女，大家拢算个真欢喜。除了赏花之外，我们也社区也准备了一些大奖让大家抽哈，所以来到小半天的石马公园这边打卡哈，可以抽大奖这样子。目前小半天河顶樱已经开6成，活动预计会一直到明年2月。秋天赏樱花嘛，正做上夯的话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